由贾静雯、温升豪、吴慷仁、林予晞等人搭档演出的电视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，近日终于释出正式预告。剧中贾静雯与温升豪这对恩爱夫妻遭逢意外痛失爱子，贾静雯在片中崩溃嘶吼杀人不用负责，精湛演技瞬间令人爆鸡皮。而吴慷仁所饰演的法服律师，则因替杀人犯辩护惨遭民众泼粪抗议。事后他表示，自己也因为演出这个角色，让他开始对支持死刑有了不同的想法。我们与恶的距离剧情描述2年前一场戏院枪杀事件发生后，所串联出事件之中加害者、受害者、辩护者及报道者等不同立场关系者视角的故事。正式预告释出，一开场随即揭露2年前贾静雯与温升豪这对恩爱夫妻遭逢一起戏院枪杀事件，意外痛失爱子。因为这巨大的伤痛，使得两人不知该如何面对内心的伤口，家庭关系濒临崩解。贾静雯痛苦说道：“如果杀人犯跟他们的家人都不用负任何责任，我的天燕到底算什么？让人看了都不忍鼻酸。”贾静雯表示，宋乔安失去孩子之后，开始封闭自己，埋首于工作疗伤，对周遭人也十分冷漠，这跟我真实个性反差比较大。我是一个比较乐于关怀分享的人，所以一开始接到剧本花了一段时间去调试，最常窝在家里厕所的浴缸里看剧本对台词，因为那个密闭空间是属于我自己的，让我能够快速的切换进入到把自己变得比较封闭的状态。预告中另一个亮点则是由吴慷仁所饰演的法服律师。吴慷仁表示，这个角色的重点不是演律师，而是要理解这个律师所做的事情。预告中吴慷仁因为替杀人犯辩护而惨遭民众泼粪抗议，却也只是笑笑带过。其实这一部戏我没有太想要形塑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因为这个角色所做的事情已经够特别的了。我试着去理解如何去帮助那些在我们眼中十恶不赦的人。吴慷仁22日在脸书上表达自己支持死刑的立场，但他坦言在拍了这部戏以后，才开始思考在某些案件中也许真的没有答案。吴慷仁也透露，自己有句台词，因为要讲出贯穿全剧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到底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，你有标准答案吗？这句台词让他想了很久，也因为戏很难演，最后是在喝了点酒的情况下，才难过吐出这句台词。